来看这诈骗的出头是一直拢咧翻新，即阵啊呢，连公务机关的电话嘛去互侵入去。这歹徒是用政府的名来敲电话互民众要诈骗。警方提醒大家，若准讲有接到这公务机关的电话，就爱先挂掉，再搁敲转去来纠正，以免互人甲骗去。 诈骗手法是一直翻新，所谓发展部的上新治安规模显示，有公务机关用的网络电话接回阿爸的密码，做到破解进行诈骗。账号密码登录密码活络的话，就可以猜中就可以进去了。那你如果要连线的话，也是要管制，就是特殊的号码才能连进来 ，IP 或者才能连进来，所以就要有些管制的。 所谓发展部表示，经过治安清查了，发现无影响内部自动系统，为设置已经停用，因为透过破解的接回阿爸的密码，卡出号码会显示是机关来电话接到人开受骗，增加建议进行密码加强，搁进行治安测试。 你可以去强化一下它的治安的机制。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是说，因为骇客进来，那主要是这整个机关来讲，它必须要做一些渗透测试的动作。你只要接到这种，不管它那个来电显示上面是政府机关或怎么样，但是你就是要一个动作，大家就是要把它当成像吃饭喝水一样，你就是要一个动作，把电话挂掉，再反求证，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式啊。 专家除了提醒密码的设定强度一定要悬，警方提醒接到机关打电话来，爱挂掉，搁反纠正，才袂被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